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11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啊，大盘是全天高位运行啊，创业板指数领涨，这个沪指啊连涨6天啊，拉了6根阳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34%，已经到了3647点，离这个去年啊10月8号仅一步之遥。深成指涨1.46%。创业板指数涨1.96%，为什么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数涨得多，而这个沪指啊涨得不多呢？那肯定是啊，银行股啊这个拖了后腿，别的板块在涨的时候，银行股恐怕在调整或者在悄悄的出货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啊。就是创业板、深成指啊涨了1.几、2%，而这个上证指数只涨了0.3%，也就一共就涨了10个点。但是啊，总之都是阳线啊，指数看上去是慢牛，关键啊，这个两市啊成交额1.85万亿，这个成交额还是不错的啊，就是量价配合也可以。4185只个股上涨，1066只个股下跌。那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啊，今天就是收获的一天啊，就是涨多跌少，而且这个上涨的中位数在1点几，也就是这个收获恐怕还可以。但是啊，它怎么涨，那也是啊，沙滩上盖高楼啊。不值得参与。如果啊这2天能够突破10月8号那个高点，那这个慢牛啊，指数的慢牛它就差不多形成了。下面恐怕要到3700点、3800点、4000点。如果啊过不去啊，那就是做双头啊。这我在上一期节目说了啊。但是无论它是走慢牛还是双头，都不值得咱们参与，因为你要牢记啊，这个沙滩上盖高楼啊，迟早是要塌下来的。什么是塌？不知道。不要只看见贼吃肉啊，看不见贼挨打。不要啊，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一旦买单的时候啊，一个也跑不了，都得去买单。现在很多机构啊，纷纷宣传啊，牛市来了，要牛市思维，马上进入牛市的主升浪。我深记啊，我牢牢的记住，人民日报曾经说过啊，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后来发生什么，大家也记住了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再看啊。这个中报季来临之际啊 ，A 股市场多家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或信息披露违规，面临退市风险。新 SD 紫天、新 SD 苏吴啊、新 SD 天茂和新 SD 高鸿4家公司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8月8号晚间，新 SD 高鸿和新 SD 天茂同时发布退市消息，标志着今年 A 股退市进程进一步加速。退市加速啊！根据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已有23家公司退市，退市原因涵盖财务类退市、交易类退市、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等多种类型。其中，中航产融、日隆股份是主动退市方式，退市卓朗、退市井港等属于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新 SD 富润、新 SD 东方、新 SD 旭蓝、新 SD 嘉宇股价跌破面值而退市，新 SD 博信、新 SD 大药等市值低于5亿元门槛而退市。怎么说呢？这个明显的啊，退市节奏加快了。但是呢，按照我的观点呢，这个还不够啊。大家也知道啊，这在过去啊10几年前，那一年能有1只退市的就很了不起了。现在半年就23只，这速度肯定是提快了，但是还是不够啊！你这么时候这样抓害虫，什么时候能抓得完呢？毕竟沪市里面5000啊，对吧？200多只了吧，股票啊！如果一年有230家退市，那么退个2年啊，或者3年，那这个沪市啊，说不定啊还可以去。你现在对吧？你一年退23家，到年底一年退40家。但是你一年放进来的那些，对吧？我也不能说都是有问题啊，这有问题的占大数啊，大多数，对吧？你抓了5个坏人，你放进来4个坏人，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说明2方面问题啊，这个退市节奏明显加快，这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啊，这风险就面临着就越来越大，就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对吧？就点儿背啊，踩中了那个就是退市股。随着这个退市节奏越来越快，踩中退市股的概率是不是就越来越高啊？这个是必然的啊，也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操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一直说啊，你在10几年前你炒股你被套住了，
然后你就可以装死，对吧？就把账户一锁不看，哎，过个3、5年，说不定叫风水轮流转，哎，你解套了，这叫植物人战法，哎，有可能啊，因为你是个侯氏啊。但是问题这一招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刚才说了，那退市节奏明显加快，也不知道你那个被套的股票，你要3、5年不管它，它很有可能它退市了，那不更惨吗？但是你说你要管它不好，你把它卖掉，哎，过个2年它回来了，你又生气，对吧？又拍大腿，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风险越来越大，但是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我倒是觉得啊，这个胡适啊，现在一年最好是200家、300家的退，加大力度，退个几年，对吧？新进来的、新上市的、新 IPO 的这些企业要严格把关，尽量不要放这些坏人进来，对吧？把市场里面的坏人都抓完，或者尽量抓完。那这个时候啊，哎，叫应退尽退。这个时候，这个胡适啊，恐怕才有参与的一些价值。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新 SD 高鸿9年财务造假近200亿元，在这个市场，合着他就没正经干过几年，这财务造假居然9年呢，才发现的。你说这都叫什么事？配合造假方被同步严惩，9年财务造假近200亿元，被重罚1.6亿元。新 SD 高鸿不仅走到了退市的边缘，同时也有可能面临3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昨日，证监会通报严肃查处新 SD 高鸿严重财务造假案。经查，新 SD 高鸿长期开展无商业实质的笔记本电脑等空转走单业务。就是类似那个外贸啊，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啊，你搞个7家公司，或者有的是5家，最少是5家啊，多了也行，然后就开始玩贸易，实际上是一个闭环，在里面空转。最近搞这个贸易空转啊，闭环的一个叫上海的叫什么君和集团，曾经的世界500强爆雷了啊！哪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君和集团人家是怎么玩的，为什么爆雷？它爆雷是必然，实际上也相当于庞氏骗局，玩了世界500强，把很多地方政府给套住了。那这个新 SD 高鸿啊，大概其也这个玩法，笔记本电脑呢就是空转，大幅虚增收入和利润。实际上这个啊跟监管机构有关系，跟那个会计师事务所、券商都有关系。因为这个空转很容易发现，居然9年都没人管。证监会拟对相关责任主体罚款1.6亿元，对配合造假的第三方罚款700万元。对于涉嫌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深交所将依法启动退市程序。同时，证监会还表示啊，对于可能涉及的犯罪线索，将坚持应疑尽疑的工作原则，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也就是让经侦介入啊，也涉及刑事犯罪。这个目前啊，新 SD 高鸿这个股东人数还有5.2万户，并且啊，前10大股东里面还有一家私募基金，这下爽了。你说你要买了这个股票，你说完了之后，你说我不动了，那总有一天要给我解套，这下就惨了，就打了水漂啊，没了，对吧？这种风险越来越大。还有一只奇葩股票叫季华集团601718，前几个交易日啊，这个就8月7号到8号，季华集团股价收获2连板。就是连着2个涨停啊，这个季华集团啊，2个涨停之后，他要发布公告啊，自查，对吧？好，这个晚间公告表示啊，公司主营业务为职业装、职业鞋靴、纺织印染、防护装置及装备。你说大概其他就是生产校服的吧？说的那么清晰，结果连续2个涨停。那为什么涨停呢？是因为网上有传言呐，说季华集团要开展脑机接口业务，然后这个公司啊还得发公告说，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及现有的产品体系未涉及脑机接口相关领域。你说这个金融消费者啊，那就纯粹靠这个所谓的消息了炒股。一说脑机接口，立马2个涨停。结果啊，季华集团再次公告，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季华集团立案调查。啊，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关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金老师啊，最近晚上啊，关于社保的讨论呢也比较火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啊关心这个社保。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啊对社保是抵制的，认为社保不可持续，你现在买社保那就是送钱，有这样的人啊，这个就不在咱们讨论之列了啊。这胡金老师啊，最近也这个发了一个评论，关于社保的。也就是胡金老师，他是相当于退休干部，他正好是网友啊所说的，对吧？既得利益群体那一波，所以这个胡金老师对社保的看法
对吧？也代表这个不同的阶层，对吧？不同的这个群体一些意见。在这个聊胡锡进啊，他的关于社保评论之前，咱们要看一看社保里面有个叫视同缴费，就是因为咱们的社保，对吧？它是个历史问题啊，因为咱们改革开放才多少年，这个搞社保这个行业也没20年吧，10几年，之前都是各种搞法，慢慢过渡到现在，恐怕有很多人根本不了解社保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咱们社保还真的是引进的美西方的搞法，是慢慢引进来的。就以前我们不是这么搞啊，以前就是你是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那工人他不交社保，退休了照样有退休工资，对吧？农民一辈子就是农民，1毛钱没有，对吧？后来是慢慢变，现在是变得跟美西方应该是借鉴他们的这个经验，搞的这种社保基金，对吧？各种基金。也是把这个支离破碎的这个群体啊，对吧？各种特殊情况都糅合到一起。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比如开始1毛钱没有，对吧？人交啊，没交过。我清楚的记得社保应该是2001年左右，或者是1999年，就是那个时候是大力推广啊。这个历史回顾啊，一会儿再说啊。我先要说说这个视同缴费，关于这一块啊。还有为什么社保基金现在比较迫切，对吧？就是很多人担心啊，它没了，对吧？因为现在退休的人多啊，拿得多，然后交的人少，是不是会进行那个资金池啊，那资金链断裂？很多人有这担心。我们看看啊，这个王波明的一个反弹，大家看视频。什么叫视同缴费啊？因为他们都是建国创业功臣一代人啊，对，所以他们做出的贡献必须要被承认。被承认呢，我们不可能让他们去补交这几十年的费用，所以就视同缴费，就是已经退休的老职工，你不是都有工龄吗？视同你交过费了。好那还有这个中人，就是我有10年、20年、30年的工龄，这工龄也视同你缴费。但是他必须得有一块钱在那块了，是吧？你视同缴费了，就是这些人真退休的话，他得拿钱啊，对，所以这视同缴费呢，有些国家它在计划外去解决了，建立一个什么认可券，然后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然后逐渐到时候你退休了一点点返还。当时发现我们没有这系统，我们建不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只能在计划内来解决，因此我们就把费率定得非常高，就是想通过这高费率呢，解决这样一个视同缴费造成的制度的空账。这个空账就由现在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代人呢，通过比较高的这个缴费，除了现在陆续有退休的人，把以前的工龄和以前已经退休的人账都背下来。所以这样我们就搞了一个比较高的费率，就想解决这样一个空账。全世界的养老金专家，他们说你们这个高费率啊，来还这个空账，将来到你们中度人口老龄化时候，会有一个赡养负担呐，这个会出现一个缺口，所以你这个空账和未来那个缺口，在20年内必须解决。所以当时专家们一看中国的问题，最忧虑的是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非常清楚的有人口测算啊，养老金测算，也觉得这个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我就压力很大，所以这20年我一直是讲问题的人。您谈到2035年，有可能这个就结余都没了，那到底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退休的人到底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人社部能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基本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讨论的是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当时为了解决这个空账啊，我们费率定得太高啊。当然对于国企来讲，都是国企当年建的，所以国企要还。我觉得无论怎么讲，当前的国企老板们要降点薪呐，职工降点薪呐，把老人这个账还了，那这个是要做的。当年这个制度它还是有点国企特征的。配套措施嘛，它有一点国企的刚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可能面临第一个问题，我们95%的覆盖率能不能维持？那其实国企没问题，机关事业单位都没问题，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型民营企业，还有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就业这些人，他们能不能参保？夯实这95%其实很重要的。那就是说，你说国企还是维持着，其实也都挺高的了啊，20%，现在16%。然后降到16也还是挺高的，国企就这样了，因为他要还自己的账。我觉得现在可能第一个问题就要给民企降费率。
尤其是中小企业降费率。我说的是企业啊，无论国企职工还是民企职工还是个体户，咱们这个8%都一样。这个不变，给民企的这个企业降，这样呢减轻他们的这个负担，营商环境啊，这样呢也就这样能鼓励他们参保不断保啊。那我们更大多数的现在新增就业大量是民企和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呀，所以你这块不管不行，你还那么高费率，他不参加，那个缺口不是来得更快吗？因为将来民企是大多数啊，那你不是等不到3、5年了，你都不交钱的话。这个以我为例吧，我98年毕业。去了国企啊，那国企社保它是一刀切的，它跟你没关系，它从工资里直接扣或者什么东西啊。那个时候也不懂，搞不清楚社保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刚毕业对吧，刚走上工作岗位，谁还考虑退休的事啊？然后再加上这是国企，它不许你又没权利决定交还是不交，反正人家从你工资里扣，所以那时候就交。后来我就辞职，在北京打工，包括在北京创业，那时候肯定是没有社保的，那时候不管，就不像现在啊，那时候都不知道社保是什么东西。后来啊，我大概是02年还是03年进了外企，外企跟那国企是一样的，就是他也不问你，你直接就是社保全给你交了，然后从你工资里扣。但是因为外企工资高啊，就无所谓，而且外企很正规嘛，不是我个人啊什么有觉悟，哎，这种养老意识、保障意识高，不是这样的，纯粹是因为它规范，不用我去决定的。那时候也没有说你找外企谈说你不要给我发社保，你给我工资多一点。这外企是没有这个操作的，但是我就有同学，哎，因为他一直在民企上班，在私营企业上班，哎，他们谈的就是，对吧？我不上社保，你给我工资高一点，好，人家给他工资多发个1000或者多发2000，哎，社保就没了，社保你自己解决，你爱买不买，因为那时候管得非常松。那个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我不如拿现钱，对吧？我要买房子，对吧？我要吃饭呢，交什么社保啊？以后这个，对吧？以后是变不变天还不知道呢，对吧？这社保这玩不下去不知道呢。哎，就我告诉你，就那个时候啊，2000几年，这不交社保的人就这想法，对吧？一个就是我现在要花钱，一个月多发2000多好啊。如果交社保的话，我自己还从我工资里扣一部分，然后呢，对吧？未来也搞不清楚啊，谁说30年以后会怎么样，或者20年以后怎么样，对吧？谁知道崩溃不崩溃呢？所以有人就这么想啊。我告诉你啊，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这么想的人都吃亏了。哎，不是我不这么想啊，纯粹是因为我没这个条件，因为我稀里糊涂就到了一家外企上班，外企的就不让你有这个想法，人家直接给扣掉了。幸运的是啊，后面我好像在外企上班时间够长，上了10几年，我这社保就一直10几年这么交下来了。那我同学啊，他就没交，那他第一个吃亏在哪儿？还没等到退休他就吃亏了。北京市搞积分落户，没有交社保的，他那分就低啊。1年还少0.5分啊，而且你的工作年限跟社保绑着的，你交社保10年，你就工作10年。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交的社保，他就说你从什么时候租的房，租房也给你加分。如果你是买的房，那加的分更多。所以他给你社保也挂钩之后，没交社保的就惨了。他本来在北京干了20年，但是有的人这20年社保都没有，那你就直接就没有资格参与这个积分落户，你就是参与分也很低。那有的人就是因为前面没重视啊，导致他后面重视，等到2010几年的时候他才重视，哎，才想明白。他实际上在北京待了有20年，但是他交社保他只交了8年，他前面没交，所以那他分就低啊。实际上积分落户就是按照你交社保，他这个理想状况就是你在北京，你从哪一年在北京待的，比如你2000年毕业就在北京待着，就开始交社保，那么到第一次积分落户的时候，这样的人差不多就能落户在北京。本科毕业啊，他那个算法卡的就是这个，我就是稀里糊涂的交了，一直交，所以积分落户我第一次还没算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好像我2个公司中间呢，因为那时不懂啊，我从这个公司跳槽到那个公司的时候，好像中间断了1个月，你搞不清楚怎么处理，那时候也不关心啊，断了自己都不知道。后来积分落户的时候，哎，有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呢，对吧？也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上班呢？他就落户。他分够了，我还差那么0.0几分，但是我觉得不对呀，我们俩分应该一样的对。后来一查才发现，哦，原来我因为社保中间断了1个月，我也没处理，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分就比他少了那么一点。第1年落户我就没赶上，我是第2年赶上，就因为中间啊断了1个月，但是跳槽的时候没关注这个。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千算万算，那很多人呢这个机关算尽，最后呢还是吃亏啊。那我很多朋友同学就是这种。对吧？种种原因他没交，最后
关键惨的什么呢？他在北京待了10几年，还在上学，他还得回老家，要不然你不回老家，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高考呢？你可以批评这样的制度啊，你说这不还有户籍制度，这一大堆的，你批评有什么用呢？对吧？你一边批评一边收拾行李回老家，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啊劝没打算出国的，对吧？没打算润的人，你应该闭着眼交，不要想太多。你不要等到20年以后啊，你到时候又后悔，哎，别人有退休金，你没有，完了之后你在那抱怨啊，说是不公平啊，落后啊，不能因噎废食，就是你不能担心说未来20年这还不知道啥情况呢，有没有崩盘，哎，你就不交，那你就错了。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说啊，强制社保的事，一开始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担心负担过重，但是这2天话题的焦点被引向了退休金的不公平上，反对声一下子大了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什么话题，只要落到了社会不公平这一条上，最初的争论基本就会被忘记，因为公平不公平是互联网上永远最大的争议和情绪点。他说看到有人拿农民只有100-200退休金的例子抨击社保改革乃至社保体系本身，比如有人写到体制内的一个月上万块钱的退休金是农民的几十上百倍，还有人写到在城里1个月至少要交1000几百块的社保，但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啊只有100-200的退休金。这个胡一进老师说的是一种现象，这个确实啊，什么现象呢？就是目前这个制度啊，这个社保体系啊，肯定是存在着不公平，对吧？有一些现实的问题，但是有人就这个问题啊，要把这个整个的推翻掉，就是整个的就是把它否定掉。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啊。这个社保这个体系啊，要不断的完善呢，要不断的发展，要不断的让它更公平，而不是说我们要把它整个的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重新来过。这很多人就比较容易极端啊。这个胡一进老师的评论啊，写的非常长，他把矛头指向那些对整个社保金持否定态度的，而忘了啊，我们更多的人是说的是不公平。什么叫不公平？就是刚才视频里面说了，也有好多视同缴费，你没有缴过费，但是视同缴费，那这个视同缴费我们也认了啊。那农民实际上也是视同缴费，农民也交的农业税，对吧？农民种地这个工农剪刀差也是视同缴费啊。那为什么，对吧？那你这体制内的人视同缴费，那退休就发这么多工资，而农民视同缴费就发100-200呢？就这个肯定是不公平。因为社保啊，如果你要说它是税也可以，那社保是保障一个基本的公平，对吧？社保不是把人区分开，说你的贡献大啊，你1个月拿2万，你的贡献小，是你没有贡献，你也没交过社保，那你就发100。这种，对吧？根据劳动、根据贡献来区分的应该是他的工资，而不是他的社保。社保作为一个，对吧？社会对这个居民啊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啊，实现老有所养，不管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老了都有一份收入啊，一份这个保障呢，就是这份保障啊，基本上能管他吃喝基本的生存。而这份保障呢，不是让他去，对吧？还要去旅游，还要去买个单反，去搞人体摄影啊，还要拿着钱去学钢琴，对吧？搞夕阳红，那个不在社保里面。对吧？你要实现那些这个丰富的业余的这个生活啊，这个花费需要你自己去买商业保险实现，对吧？或者你再去这个存款，对吧？你积蓄来实现。社保这个你要把它当做一个税，好比这个机动车的交强险吧，好像1年1200吧，对吧？你把它理解成这个，退休的人，对吧？无论你以前什么级别，什么体制内体制外，对吧？大家都一样，上面封顶，比如说不超过8000，这个当时的生活水平，对吧？根据当时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当时的物价，要定一个数，这个数就是上限，就是谁你再厉害，你的退休金不能超过8000，你再少，你怎么少你也不低于300。我这是举个例子啊，对吧？是因为你以前你疏忽了，你没有交社保，或者你是被社保遗漏了等等，不管你最低有300和8000，就是这个最低标准和最高这个差距不能太大，对吧？这样尽量实现公平。所以你要这么一算的话，胡一进老师他就吃亏，他以前交的也少，他现在拿的比较多嘛。对，胡一进老师，咱们网上传言啊，他退休金有2万，当然这都是传言，说不定他只有1万啊，这个因为咱也不清楚，没说过，对吧？他自己讳莫如深的，他从来不说他退休金多少，怕说了这个大家仇富啊，大家的这个对他眼红啊，所以他自己从来没说过。我估计他在1万到2万之间吧，对吧？他应该超过1万了，但是他应该不到2万。而且像胡一进老师这种级别的，他恐怕不光是退休金吧，他那乱七八糟的加上
也不少，对吧？胡锡进老师应该呼吁，对吧？向我开炮，对吧？从我这开始，一个月不超过8000。真正抵制社保的人是少数人。我刚才说就2个原因，一个他现在他饭都吃不了了，你让他再交1000，那肯定不行啊，他只能考虑当下，他还考虑未来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他是反正就不信任，他觉得你这玩意搞不长，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那也是一种人。这种人那只能让他以后后悔，那没办法，对吧？他会千方百计不交，20年以后他会反过来问我为什么没有社保，那你说谁能给他答案？当然了，决定社保的目前往往是那些交得少拿得多的人。你让他自己向自己开刀，确实也比较难，但是难不代表没有机会，对吧？日拱一卒这个进步总比不进步要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